聖經以弗所書2章第5節，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，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。你們得救是本乎恩。我哋死在罪惡過犯中，亞當犯罪，罪入了世界，從此我哋世人就成為罪人。我哋生出嚟就係罪人，死在罪惡過犯中，不能救自己，只有耶穌基督可以拯救我哋。耶穌基督嚟為我哋嘅罪釘十字架上，第3日從死裏復活，叫我哋相信佢嘅可以得救。當我哋信耶穌基督嘅時候，得救就係同基督一同嘅活過來，真正有咗屬靈嘅生命，好得無比。呢度話我哋嘅得救係本乎恩，呢個係神嘅恩典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冇人可以救我哋脫離死亡，冇人可以救我哋脫離罪嘅捆綁，只有耶穌可以。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